主后2022年12月3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开高甲利剑的上赞。圣经咱来听读诗篇149篇到150篇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着对上主唱新的歌，伫圣的子民的聚会中称赞伊。愿以色列因为因的创造主来欢喜，愿锡安的子民因为因的王来快乐。愿因跳舞称赞伊的名，拍鼓弹琴唱歌学乐伊。因为上主喜爱伊的子民，伊会用救恩做谦卑的人的装榻。愿圣的子民因为所得到的荣光来欢喜，愿因规暝出欢喜的声。愿因的喙称赞上帝做至权，因的手举双面内的剑，报应外邦，刑罚列国。用铁链绑因的君王，用铁铐锁因的人臣。伫因的身上执行所定的判决，这是伊圣的子民的荣光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着伫上帝的圣所称赞伊。着伫显出伊权能的穹苍学乐伊，着因为伊大权能的作为称赞伊，因为伊的至尊至大学乐伊，着分扫角称赞伊，弹瑟弹琴学乐伊，拍鼓跳舞称赞伊，用诗弦的乐器甲箫学乐伊。用声大的钹称赞伊，用音悬的钹学乐伊。所有会喘气的，拢着称赞上主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对开高甲利剑的上赞。诗篇伫扫角、琴瑟、箫响亮轻强的喇叭鼓声内面，以及上主子民极力跳舞、歌唱、欢呼的声中结束。今仔日是今年上尾的一日，互咱也做伙来大大上赞主。2020年起，世界和台湾拢经历武汉肺炎的疫情。台湾旧年5月实体礼拜聚会也因为安尼受迫暂停。今年5月搁一遍爆发变种病毒大流行，逐工拢有上万人确诊。总是爱感谢主的是，伊大大保守咱台湾，互咱的遭遇无亲像真侪国家遐尼严重，死伤众多。为上帝特别的怜悯，咱爱感恩。去年台湾遭遇着50年来大考旱，4月底伫阮宏远教会举行为台湾祈祷会，无分教派，无论实体还是线顶，同心为台湾呼求主。迄日随时落雨，搁落伫集水区，新闻也热烈报道。着伫上主的圣所称赞伊，着伫显出伊权能的穹苍学乐伊。诗篇150篇第1节。当上帝子民伫主内合一，上赞祈祷，伊就要对天顶彰显能力回应咱。今年4月，正教会搁一遍合一进行40日洁净家己祈祷。上主喜爱伊的子民，伊会用救恩做谦卑的人的装榻。诗篇149篇第4节。当咱为
加做罪孽，甲家己的罪恶悔改，要诚侪谦卑的人来承受救恩。上主就搁一遍随听伊子民的祈祷，保守咱直到年底。今年虽然有俄乌战争带来的恐惧，中共强权武力的威胁，粮食危机，通货膨胀，咱到尾还着学了上主。就亲像诗篇149篇第59、第6节，当咱喙称赞上帝做至权，咱就亲像手举双面内的剑的子民，上帝会互咱规暝出欢喜的声。这得胜的凯歌是基督耶稣听的福音的得胜，是光明赢过黑暗。阮的教会所踮的西爱花社区，本来是世界有庙宇的所在，总是这2年来福音真光照耀。以前惯势拜拜的老大人，哪来哪侪人行入来教会，接受祈祷、信主、受洗。旧年有人透过圣别礼拜，将祖先牌位写入基督徒家谱，抄写年日竟然超过200档。今年有供庙人士临终前受洗，阁未受了后，大囝全家也受洗。我发现人的心哪来哪愿意向福音拍开。这2年来，台湾逐位的教会兴起复兴基督运动 ，RPG 世界有2-3个人奉主的名，逐礼拜固定时段组织，无论是实体还是线顶，伫任何所在拢会当合一祈祷。当遮起遐落的祈祷上赞，最后齐声合一，咱也会经历上帝大能奇妙的作为。明年，互咱继续唱新歌，上赞主。默想，思想上主伫个人、家庭、教会、国家和世界奇妙的作为。思想上主伫个人、家庭、教会、国家和世界奇妙的作为。咱来祈祷，阮同心阿罗天顶的上帝，你是统管万有甲万国的主上帝。阮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是你所疼痛、有荣耀的子民，为这得要过去的一年，阮欢呼上赞。也愿圣神帮赞伫新的一年，兴起搁较侪合一祈祷，荣耀归乎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